迎收睇6點鐘新聞，我係怡婷，我係李卓敏。先睇今日嘅新聞重點。曾蔭權喺最後一次答問會被要求引咎落台，佢話會珍惜餘下10幾日嘅任期。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話，湖南公安機關專家查緊李旺陽死亡事件，會公布結果。林鄭月娥提出研究改變新界原居民享有興建丁屋嘅權利。詳細新聞內容，行政長官曾蔭權到立法會出席任內最後一次答問會，多名議員質詢佢會唔會因應近期涉嫌收受利益同外訪開支過高而引咎辭職。咁曾蔭權就話啦，會珍惜餘下10幾日嘅任期，爭分奪秒完成工作。好多係。曾蔭權先回顧任內工作，佢話40幾年公職生涯裏邊，最近3個月反思較多。凄涼嘅時刻，呢3個月嚟，差唔多日日都見到，日日都聽到。繼3月到立法會特別答問會解釋接受富豪朋友款待之後，佢再被批評外訪住宿奢華。今次係曾蔭權喺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領導嘅檢討委員會以及審計署署長發表報告之後，首次去到立法會。多名議員問佢會唔會引咎辭職。我問行政長官有啲乜嘢嘅行動係話俾市民聽，你真正係懺悔呢？剩餘嘅工作係十分多，我對香港市民作為特首嘅責任就要完成呢啲嘅工序。我一定要爭分奪秒喺剩餘呢16天之內完成呢啲工序，我不能夠離開我自己嘅崗位，唔能夠對香港市民唔住。有議員問曾蔭權會唔會寄語或者提點下任行政長官，咁佢就話梁振英係一個敏感嘅人，唔會重犯佢嘅盲點。自從嗰次之後，我都停止取巧手。自從去咗澳門之後，以後我都唔會同所謂有錢佬就去澳門，亦都咧盡量咧唔會係坐私人嘅遊艇，亦都唔會坐人哋嘅飛機。所以我諗每一事咧做一事長一智，我哋一定要某情況之下以為自以為是，唔記得到香港人嘅感受。而喺答問會嘅尾聲，人民力量嘅黃毓民同陳偉業以及社民連嘅梁國雄，因為接連喺會上高呼要求曾蔭權鞠躬下台，被主席曾鈺成警告多次，被帶離會議廳。行政長官曾蔭權喺答問大會中形容自己嘅工作未能盡如人意，執行上有缺失。係咁，佢又首次提到李旺陽死亡事件有疑點，表示已經向中央反映港人嘅意見。伍浩蓮報導。行政長官喺答問會入面，曾蔭權提到民運人士李旺陽死亡嘅事件。我認為呢件案件係有疑點嘅，喺一國兩制嘅原則之下，我作為行政長官最重要嘅責任，我重新講就係維護香港市民表達呢種睇法嘅權利。佢話已經向中央反映港人嘅意見。我好相信內地當局好清楚香港人嘅意見，我亦都可以講俾你聽，我已經向中央反映咗呢個意見。我好相信當局會嚴肅咁依法處理呢個問題。對於有議員要求拆除中聯辦門外嘅花槽，以免阻礙示威人士，曾蔭權回應有關花槽係經當區區議會經過多番討論先至設置㗎，應該交由區議會決定點樣處置。但係有議員就唔認同。呢個花槽係一個政治花槽，我都知道特首呢，佢一定係推一國，未必係佢能力範圍。但我而家講拆呢個花槽，完全係兩制香港你能力之內。今次係曾蔭權最後一次以行政長官身份出席立法會嘅答問會。佢回顧7年特首生涯嘅時候，認為自己嘅表現未能盡如人意，自己任內工作未能盡如人意，當中有判斷嘅偏差，亦都有執行上嘅缺失。擴大問責制畢竟都係新嘅事物，冇先例可循，只有喺實踐中裏邊不斷咁完善。雖然為呢一樣嘢自己付出咗政治嘅代價，但我仍然認為問責制係民主發展必然嘅制度。有悲亦都有喜。曾蔭權話為落實最低工資等等大約170項施政承諾而開心，但形容近3個月每日都好凄涼。亦都提醒咗自己好多時機都有盲點，係需要克服呢啲盲點，要繼續更加喺剩餘時間做得好。
做到今時今日，仲有16天8個小時完結之前，我都希望再繼續學習。佢又多番促請議員放低成見，通過架構重組方案，令下屆政府順利運作。亞洲電視記者吳慕蓮報導。轉睇下內地民運人士李旺陽死亡事件，湖南省公安機關話注意到境外媒體同人士對事件嘅關注，已經委託省外權威法醫驗屍，調查結果會及時向社會公佈。而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就首次評論事件，話當局正係調查事件。中通社引述湖南省公安廳新聞發言人話，注意到境外有關媒體同人士對邵陽市大長區李旺陽死亡事件嘅關注，除咗委託省外權威法醫鑑定機構進行驗屍之外，已經組織有經驗嘅刑偵專家作進一步調查，結果將會及時向社會公開發布。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被問到李旺陽死亡事件時話，當局正進行調查。並且我們把社會的這種關注及時向中央有關部門做了反映。據我了解，湖南公安機關已經組成了有經驗的刑偵專家，對事件做進一步的調查。調查的結果將會及時公開向社會發布。而李旺陽嘅朋友羅小晴就話，仍無法同李旺陽嘅細妹李旺玲等親屬聯絡。聯繫不可能聯繫不上。我也打過電話，很難聯繫不上的。解剖什麼都是官方指定的，不讓我可能他要前置後放，也沒辦法吧。佢話呢幾日都有人喺佢屋企出邊看守，無法出外，唔知道事件嘅進展。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認為，中央政府應該推動地方政府公開交代事件，釋除公眾嘅疑慮。佢話李旺陽事件除咗影響香港市民對國家嘅印象，亦都對國家喺國際上形象冇好處。處理呢啲事情嘅官員啊，對於人民生命嘅重視唔夠，對於人民嘅權利唔夠尊重對於佢應該要向人民負責個概念唔夠深入，咁所以希望經過呢一次嘅事幹呢，喺呢方面能夠提高呢啲地方嘅或者區政府嘅官員喺嘅呢幾方面嘅處事依法處事嘅能力。民建聯嘅葉國謙認為，中央介入李旺陽死亡事件有助查清真相，但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就對內地公安刑偵工作信心唔大。我相信呢，就即係湖南公安廳話要係有個刑偵嘅單位去調查呢件事呢，係回應我哋港人嘅關注同埋呢幾日嘅遊行籌七集會嘅壓力。但係呢，我哋亦都擔心，到底呢個係緩兵之計，舒緩下壓力，定係一個認真嘅調查呢？我哋唔知，我哋拭目以待。但係我哋香港人一定唔會係放鬆我哋嘅壓力。呢個一個好嘅開始，確實如果地方政府一個咁樣嘅即係咁多唔清晰或者透明度咁唔高，而令到咁多疑點呢，確實咧喺中央個角度應該要介入。咁有中央，我相信亦係責成呢係省級政府呢係對呢件事作出呢個調查。我亦好希望呢係能夠呢支刑偵隊呢嘅調查能夠提升佢嘅透明度，亦能夠呢係認真咁樣去將呢個事實嘅真相呢去能夠呢個查清出嚟。轉睇其他消息，新界原居民享有丁權，5年滿18歲就有權興建丁屋，但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認為呢一種權利唔係無止境㗎。係咁，佢就話啦，未來5年係好時機，研究係咪要改變呢一個政策，又根據50年不變嘅原則，提出喺2029年劃界，咁之後出世嘅新界原居民都唔可以享有興建丁屋嘅權利。基本法第5條提到，香港特別行政區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同政策，保持原有嘅資本主義制度同生活方式50年不變。青全會接任下屆政府政務司司長嘅林鄭月娥接受報章訪問嘅時候話，
根據呢一條條文，提出喺2029年劃界，因為喺呢一年或者之前出世嘅新界原居民，去到2047年嘅時候先至夠18歲去享有丁權。林鄭月娥話：呢一個只係佢嘅個人想法，政府冇既定立場。係今日嚟講呢，我哋係冇一個政府嘅立場點樣去處理呢個丁屋嘅政策。但係我真係有呢個期望，就係呢個政策呢係需要好認真、好嚴肅，經過詳細嘅研究同埋公眾嘅討論，同埋鄉議局嘅磋商呢嚟到去處理嘅。我唔覺得我哋可以話呢個問題唔存在，因為實際上立法會係每隔一段時間呢就要求我哋交報告。林鄭月娥話：5年前出掌發展局之後，曾經就丁屋政策諮詢鄉議局，但得唔到回音。而佢亦都對一直未有開展檢討丁屋政策感到遺憾。政府換屆在即，佢認為未來5年係好嘅時機，俾下屆政府開展檢討工作。到時可能要考慮加強鄉村嘅基建作為回報。對於林鄭月娥嘅睇法，鄉議局主席劉皇發話：問題嚴重，要小心處理。但係我唔知個局長係講過乜嘢，但係我現在我唔可以回應啦。我會揾阿林鄭局長咧，了解一下究竟佢剛才係表達啲乜嘢，我先有機會向大家回應。如果你係涉及喺丁屋嘅問題咧，都係呢個問題非常之嚴重啦，呢都係大家要小心去處理。而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就話：新界原居民享有丁權係受基本法保障，佢哋會喺正式會議裏邊向政府提出鄉議局喺丁權問題上嘅立場。對於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提出檢討新界原居民丁屋權，有法律學者認為有法律基礎，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執行會有難度。金玲彤報導。發展局長林鄭月娥提出，2029年後出世嘅新界原居民唔可以享有興建丁屋嘅權利。議員有唔同嘅反應。講就容易，執行就難。會唔會真係落實得到呢？會唔會純粹係出口術、谷高民望呢？所以我哋希望咧，林局長咧真正可以解釋佢點樣去落實。只要你經過嗰啲程序，亦都係經過廣泛嘅社會討論，大家係有個共識嘅時候咧，我絕對係贊成可以修改基本法。根據基本法第40條，新界原居民合法嘅傳統權益係受到特區保護，但有法律學者就指出，中英聯合聲明所講嘅50年不變，唔包括丁權嘅問題，所以有關丁權嘅條文隨時都可以修改。基本法嘅背景呢，其實佢係去落實翻中英聯合聲明，而中英聯合聲明佢定咗好多具體嘅基本方針政策。就係話到明呢，就係50年不變，透過基本法係去落實。而喺呢方面咧，我哋又要去注意呢，就係基本法第40條講到新界原居民嘅權益嘅保障呢，就並不在中英聯合聲明嘅具體內容之內嘅。若果佢係諗住修改基本法去做呢，佢都唔需要等2047。佢話基本法定明唔可以喺2047年前修改獨立嘅司法權同埋終審權等，但係保障原居民權益嘅第40條只係明文嘅規定，政府覺得有需要嘅話係可以按機制修改。亞洲電視記者金玲彤報導。陣間翻嚟會報導。國家主席胡錦濤會嚟香港出席回歸15週年活動，國務院正協調有利香港經濟同改善民生嘅新措施。政府堅持拆卸中區政府合署西座，而林鄭月娥就話唔會變賣業權。繼續新聞時間，人民銀行官員首次透露，國家主席胡錦濤會到香港出席回歸15週年嘅慶祝活動。國務院相關部門正係協調有利香港經濟金融發展同改善民生嘅新措施。駐北京記者宋子浩報導。人民銀行國際司副司長宋湘健喺接見本港傳媒代表嘅時候透露，國家主席胡錦濤將會喺回歸15週年嘅時候嚟到香港，並且帶嚟好消息。是為了配合那個胡錦濤主席7.1之前去香港訪問，慶祝香港那個50週年紀念活動，實際我們也有參與。確實那個就是我們那個國務院呢，在那個協調
就是有關的宏觀經濟部門在考慮，給香港一些發展經濟金融和來改善民生的一些新的政策措施，但是這個政策措施呢，現在正在那個就是各個部門協調之中，還沒有處於對外公布的階段。對於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早前發表文章話，係時候檢討本港嘅聯繫匯率制度，並且提出優化方法。宋商燕話，人民銀行注意到有關嘅意見，時出突然未作出深入嘅研究，但現時並冇見到對股市同埋匯市帶嚟大嘅波動同埋影響。總的呢，就是絕大多數人都認為香港目前適應的聯繫匯率制度是適應香港經濟特點的制度。因此呢，就是我們呢，就是呢，是尊重香港特區政府的選擇。中央政府對香港經濟和金融支持的這個政策和決心，肯定是不會改變的。對於英國提出希望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係咪會影響到香港嘅地位呢？人民銀行就話唔使擔心，中央會繼續堅定不移支持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而目前唯一嘅離岸清算行係設喺香港，相信香港嘅人民幣業務會越做越大。亞洲電視駐北京記者宋志豪報道。有消息話，本港居民每日兌換人民幣上限將會喺短期之內提升。金管局回應話，正喺度密切同人民銀行商討。有銀行業嘅人士就相信，當局有機會喺7月1號之前推出相關措施。林子彤報導。人民幣邁向全面自由兌換，有可能有向前踏出一步。路透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為咗增加人民幣喺本港嘅流動性，當局有意擴大本港居民每日人民幣兌換嘅上限，以及每日向內地銀行帳戶匯款嘅上限，但就冇透露增加嘅幅度。雖然措施仍然未落實，但金管局回應嘅時候就話，即係密切同人民銀行商討相關嘅安排。有一啲銀行咧，佢就認為呢個即係可以利用嗰個離岸個市場咧，係去提供一啲個人嘅人民幣嘅服務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銀行咧，咁就係即係認為咧係話希望可以係保留翻咧而家係對於咧香港即係居民咧嗰個一個評判嘅安排。咁對於呢啲建議咧，咁金管局咧係同人民銀行咧而家係正在咧係密切嘅磋商之中嘅。睇返目前本港居民每日只可以兌換最多2萬蚊嘅人民幣，而每日最多亦都只可以向內地銀行帳戶匯款8萬蚊人民幣。有銀行業人士就相信，當局有機會喺7·1回歸紀念日之前推出相關嘅措施，並且認為一旦落實放寬，對人民幣邁向國際化有好大幫助。亞洲電視記者林思彤報道。備受爭議嘅中區政府合署未來發展，政府堅持拆卸歷史價值較低嘅西座，但就唔會變賣業權。對於有國際組織發出保育警示，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就話：有關團體獲得嘅資料唔全面，政府亦都冇機會解釋，並唔公道。高祖兒報導。爭論多時，政府最後決定整個政府山只係保留東座同中座，西座就會拆卸重建。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話，會沿用舊年底提出嘅修訂方案去重建西座，即係唔會有商場、停車場同寫字樓面積都會縮細。唯一嘅分別係唔會出售西座嘅業權，以維持政府山業權嘅完整性。政府會改以 BOT 方式重建西座，即係邀請發展商進行重建，然之後營運，合約期滿之後再移交俾政府，估計合約期唔會超過30年，出年上半年會招標。林鄭月娥係喺朝早公布決定，比古物諮詢委員會下晝討論政府山評級嘅會議早咗4個鐘頭。佢話咁樣做係要為古諮會成員掃除政治困擾。點解選擇喺今日呢？正正就係為古諮會進行佢嘅討論，去掃除一啲政治嘅困擾。大家都聽過陳智思主席咧喺過去一段日子咧都有發表過好多言論，就係話呢個嘅工作咧唔知點解都係同一啲地產霸權咧係扯上咗關係。對於有國際組織就西座發出保育警示，林鄭月娥認為有關機構被誤導。事實上喺呢個所謂政府山關注組提交俾呢一班朋友嘅文件裏邊咧，好多都係斷章取義，係完全唔準確，
咁樣嚟到去反映究竟呢個項目喺香港嘅情況係點樣樣。而我對於呢啲專家，我有一定嘅尊重，但係佢哋亦都喺冇俾機會特區政府同埋相關嘅機構去同佢去解釋。咁對於會唔會有團體就政府重建西座嘅決定提出司法覆核，林鄭月娥回應話：政府已經就呢一個問題諮詢2年幾，並且照顧咗公眾嘅意見，相信社會自有公論。亞洲電視記者高祖兒報導。而古物諮詢委員會下晝就通過將整個政府山評為1級歷史建築，西座嘅評級就由建議嘅3級升為2級。咁但係主席陳智思就話，委員會嘅決定冇辦法影響政府拆卸西座嘅決定。施樂秋講下。古諮會討論專家小組建議嘅政府山歷史建築評級，初步通過將成個政府山建築群同埋中座評為1級歷史建築。東座嘅評級就由小組建議嘅2級升為1級，西座就由3級升為2級。古諮會將會諮詢公眾1個月先至作出最終嘅評級。主席陳智思話：委員會嘅決定唔能夠左右政府嘅決定。我哋3級、2級、1級都冇法律嘅效力嘅，咁佢可以決定咩都得嘅。咁當然，如果我哋委員會評咗個好高嘅級，而佢最終都係決定係要去清拆嘅，咁佢就一定要向市民大眾去交代。對於政府保留業權，但堅持拆卸西座，有關注組織不滿。佢所謂咩經營權嗰啲嘢，其實係玩呢一個文字遊戲啦。佢根本冇改到，亦都正其實係清晰咁樣顯示呢，政府似乎係一路都有同發展商喺度傾緊㗎嚇。呢一樣嘢佢係一路做緊，而過去嗰1年所謂揾古諮會做一個文物評級，都係一個煙幕。關注組考慮申請司法覆核，爭取保留政府山西座。亞洲電視記者施樂秋報導。陣間翻嚟會報導。條例規定被判囚而未服刑人士唔可以參選立法會，但梁國雄提出司法覆核獲勝訴，佢仍可以參加下屆立法會選舉。昂山素姬24年嚟第一次去歐洲，補領翻佢得到嘅諾貝爾和平獎。翻嚟新聞時間，因為衝擊替補機制論壇而被判監嘅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就立法會條例規定被判囚而未服刑人士唔可以參與立法會選舉，提出司法覆核。咁高等法院判佢勝訴。係啊，嗱，咁即係意味住咧，梁國雄可以參與來屆立法會選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話會仔細研究判詞，再決定下一步嘅行動。朱恩培報導。提出司法覆核被裁定勝訴嘅梁國雄，現正喺保釋期間。佢話仍然喺度考慮會唔會參與來屆立法會選舉。至於會唔會擔心政府申請暫緩執行今次裁決，佢就話如果政府咁樣做，會令到佢感到奇怪。咁如果政府覺得我參選係要制止嘅，即係話要好急咁做嘅，咁呢個當然係政府嘅問題啦。可能就會取消我聽日喺高院另一個法庭嘅撤銷保釋令咁因為如果我係而家無需要受一條剝奪我參選權嘅法例影響嘅時候，咁我就無需要首先服咗刑，先至可以攞到我參選權。根據現時嘅立法會條例，被判囚人士會喪失作為立法會選舉候選人嘅資格。法官林文漢話：立法會條例嘅相關規定同基本法及人權法所賦予嘅參選權有抵觸，所以判梁國雄勝訴。林文漢又指，今次嘅判決主要考慮梁國雄能唔能夠喺7月報名參選立法會，所以會喺下星期頒布書面判詞。梁國雄因為舊年衝擊替補機制論壇，早前被判監2個月，佢現正保釋等候上訴。亞洲電視記者朱恩培報道。被裁定詐騙罪名成立嘅基督教津美黃乾坑小學前校監梁淑貞喺區域法院被判監15個月。法官判刑時話，被告梁淑貞違反誠信，犯案所涉及嘅金額龐大，達到20萬港元，案情嚴重，根據指引應該入獄2年。但考慮到被告冇案底，對社會有貢獻，又做過義工，而控方亦都冇證據證明被告中飽私囊，而有關款項被告亦都已經歸還俾學生家長，所以將佢判監15個月。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下晝出席青年講座，大會邀請大學生、青年創業家同區議員等同梁振英對話。梁振英指佢關心港人喺內地工作同生活情況，亦都鼓勵偏遠地區市民選擇當區就業。有青年人關心置業嘅問題。梁振英話：佢講到第一次嘅置業經驗，話單位有30-40年嘅樓齡，只係得400幾尺，建議青年人買樓千萬唔好心頭高。九龍城太子道近住富豪酒店早上發生交通意外，11人受傷，現場交通一度擠塞。5號連報導。受傷嘅巴士同小巴乘客喺路邊等待救援。傷者被安排到巴士上面作初步護理，之後再由救護車分別送往廣華醫院同伊利沙伯醫院。出事嘅小巴翻側，車頭凹陷，涉及意外嘅校巴同巴士就損毀輕微，停喺路邊。事發喺朝頭早大約8點，一架小巴沿太子道東駛向旺角，到富豪酒店附近，懷疑因為閃避車輛而撞向巴士。學校車，另一架係呢架小巴，另一架係校巴。咁當其時個巴士小巴司機咧係受到影響，隔離車嘅影響咧，咁啊係扭咗軚，跟住咧係輕微咧係撞埋嗰個校巴。咁啊裝咗個校巴之後呢架車係翻轉咗。事發嘅時候正值係返工返學嘅繁忙時段，意外發生之後，警方一度將太子道東2條行車線封鎖咗，現場交通一度出現擠塞。警方正係調查意外原因。亞洲電視記者5號連報導。被指私下應徵下屆政府副局長嘅民主黨中常委馮偉光決定退出民主黨。另一位民主黨中常委李永達話尊重佢嘅決定。今朝練出咗呢份退黨書啦，咁我尊重佢個人決定啦。咁對於民主黨嚟講呢，佢以後申請或者唔申請呢個副局長嘅職位，佢獲得或者唔獲得副局長嘅職位呢，都同民主冇關係。我對佢個人呢係唔會再評論㗎啦。轉睇下港股跟隨外圍回落，恒指跌超過200點，跌穿19000點水平。西班牙同塞浦路斯嘅主權評級被下調，加上西班牙國債孳息率持續攀升，加深投資者對歐債危機嘅憂慮。恒指低開124點，開市已經失守19000點水平。午後嘅跌幅擴大，收市跌218點，報18808點，成交減至只係得返382億幾，係今年嘅第2低。藍籌股普遍下跌，匯控反覆偏軟，中移動跌超過1%，金沙中國就跌超過4%。油價下跌，石油股受壓，中石化跌近3%，中石油同中海油偏軟。發盈利警告嘅西部水泥股價跌超過4%，其他嘅水泥股亦都有沽壓。服裝零售商思捷環球有高層相繼離職，新主席柯清輝否認公司管理出現問題。不過有市場人士話，思捷管理層混亂，唔排除會被剔出成分股，股價可能會進一步下跌。邱子薇報道。思捷環球主席同埋行政總裁相繼辭任，管理層爆發離職潮。本身喺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嘅新主席柯清輝接手呢個燙手山芋，佢否認公司內部管理不善，但係首要任務係要穩定軍心，短期之內填補行政總裁嘅空缺。最重要而家嘅任務呢，就係同思捷呢揾翻一個最好嘅行政總裁。我睇唔到轉型計劃需要有咩大更改嘅，咁但係細嘅改呢，呢個唔排除，但係呢個當然要等嗰個新嘅行政總裁佢自己去睇啦。對於外界質疑柯清輝缺乏管理零售業經驗，柯清輝話自己熟悉嘅銀行產品都係屬於零售業務，加上自己擔任思捷非執董10幾年，有信心帶領思捷。受到連串負面消息影響，思捷股價今日再跌超過1成2，收報9個2毫3，係接近7個月嘅收市低位，2日以嚟累積下跌咗接近3成。有市場人士認為，而家公司管理層混亂，唔排除思捷會被剔出恒指成分股，拖累股價。
如果你話喺3個月之內揾唔到一個合適呢個工作嘅崗位嘅行政總裁去帶領公司去行嘅話呢，我都係擔心呢，就佢估計呢，始終呢都會試翻1年嘅低位，呢點大家要留意啦。而多間證券商都睇淡思捷前景，分別調低目標價，部分比現價低超過半成。亞洲電視記者邱子薇報道。神舟9號太空船預計後日升空，咁聽日會為火箭加注推進劑。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已經提升警戒到最高級別。孫兆勤報道。酒泉衛星發射中心今日同北京控制中心舉行全區演練，主要係針對火箭由起飛到入軌呢個階段，發射場嘅指揮通訊同埋測控系統，以及全區嘅測控指揮通訊系統嘅運作。同時亦要檢查火箭推進器加注管道嘅氣密性係咪有漏氣，結果一切正常，神舟9號太空船整裝待發。如果是天氣情況允許的話，就可以給火箭加注推進劑，然後呢等待發射。這要看天氣情況的這個是否良好，是否允許的這個條件下哈。那明天你們會做一些什麼樣的主要的工作？明天的話，主要就是給火箭加注推進劑，如果是允許的話。神舟9號係喺夏天發射，夏季嘅高溫為發射增加咗難度，尤其係影響火箭嘅推進劑。推進劑工作嘅最佳溫度係喺攝氏15度左右，所以加注之前就要將推進劑3次降溫到大約攝氏5度，嚟到保障發射嘅時候推進劑保持喺15度左右。加注工作會喺發射之前10個鐘頭開始，而參與今次升空任務嘅2男1女航天員會喺發射之前130分鐘進入返回艙。相比上一次載人航天任務嘅進艙時間係縮短咗半個幾鐘頭。專家話，航天員進艙時間係非常之講究㗎，過早唔得，過遲亦都唔得。航天員進艙係要盡可能接近火箭點火嘅時間，以降低風險。一般選擇喺2至3個鐘頭之間。而進入發射倒數嘅關鍵時刻，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嘅警戒級別提升到最高，裝甲車喺發射塔架附近範圍24小時巡邏戒備。為咗防止敵對武裝分子喺基地進行破壞，軍方琴晚就舉行咗真槍實彈演習，假想敵就係持有重型武器嘅武裝分子。亞洲電視記者孫兆勤報道。美國、日本同南韓下個星期日會喺朝鮮半